安平港本身的天然条件就真适合去做游艇码头，所以台南市政府结合中央甲民间的资源，积极来发展海洋观光。9月9号、10号2天，第一届台南国际游艇生活节就将伫雅阁安平游艇码头登场。5号观光旅局特别召开记者会来宣传。到时包括游艇踅港的体验、文创特色市集，以及2天8组的乐团演唱会等等精彩多元，参像一场盛大海洋嘉年华同款。我们非常的欢迎外地来的朋友，还有本地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参加游艇生活节，保证让你收获满满，而且还有举办演唱会，可以让你轻松一下哦，所以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，但是又让你深深的认识游艇的文化，以及台南的这个滨海风光。为了诱引民众甲海洋的距离，怕破民众对游艇就是坐袂起贵三的消费，所以借着游艇生活节的形态来宣传游艇旅游就是未来趋势。游艇不再是非常的高贵，它可以是一种生活，是一种体验方式，是一种品味。那透过我们这一次的游艇生活节，就可以让一般大众呢一窥游艇的一个神秘的面纱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很有意义的体验的活动，也让呢海洋的文化、台湾独特的这个休闲产业、海洋文化，可以呢慢慢的推广出去，让更多人可以爱上海洋。今日新闻，郭文吉采访报道。